之間釋放我這狂熱內心，情形如夜色找到解答，我愛你已開始變成癮，讓我的愛惹起公憤。這一秒宇宙停頓，兩顆心在跳，迷迷糊糊沒有別人，只在逍遙。談及愛如理性出發，會被蠶食掉。外間很多反對我愛你的聲音，任他怎講，只要與你持續熱吻，要放冷槍，要炮轟，我們就更愛，誰又不分？或者嘴巴不信我對你很犧牲，眼睛可不可看看我何其認真？神如何做出這種吸引？我愛你已開始變成癮，我戒不到這種